今头记者来关心监察院长陈菊中风请假已经一冬多，昨立法院也拄召开一场公听会，南北两党的立委拢针对陈菊请假这么久是来提出批评甲质疑。昨暗总统赖清德就回应讲，其实最近陈菊有个在请辞，今嘛嘛已经同意予伊专心来福建，也感谢陈菊为台湾的民主伫咧奋斗。请辞获准，要不要跟我们聊一下菊姐？监察院长陈菊请辞，总统赖清德离别参加民进党中央尾价了回应媒体，讲陈菊因为中风身体无方便，第一时间就讲要辞，也考虑到爱互陈菊专心福建，所以请辞有准。想要让陈局院长专心进行复健的工作，所以最近他又提出辞呈，我没有同意，他也希望菊姐能够找到他。赖清德表示，陈菊一生为台湾的民主奋斗，使人钦佩，后续会交予监察院副院长李鸿钧代理院长的职务。不过，就伫同一天，立法院召开政务人员权利义务法制化公听会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是指出，现有法制就算讲监察院长一直请假，也拢未受到限制。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制，一个监察院院长没有办法在院长的职位上面履行他工作的职责。可以一直请假，一直请假，请假到他任期届满为止。敢有需要制定政务人员专法？现场的专家学者是有无共意见。国民党立委吴宗宪是主张另外设一条政务人员行为基准法，因为若比起县市长会当受到民意甲选拔法的监督，中央任命的官员煞有滥权的疑虑。他们是官派，他们不是民选，他们没有人管，所以呢。但是呢，他们却掌握了很庞大的行政资源，所以这一群毫无民意基础的这些权力者，才是我们真正要规范的对象。国民党团是希望下一任的院长会当卖有党派色彩，未来爱用上严格的同意权来审查。也有真侪民进党立委也刊文唔甘陈菊请辞。监察院表示，一切尊重院长的意愿，嘛感谢院长为监察职权甲人权保障的坚持甲努力。公视新闻朱宏志、吴基昌综合报道。